珠海呢一顆大灣區嘅燦爛明珠，用佢獨特嘅魅力吸引咗無數人嘅目光。佢哋喺珠海安家嘅第一步，都係從邁進世邦家居5號館全球建材定製館開始。生活要營養，天然、質感、車色、自然韻味滲透生活日常。生活要親密、潔白、簡約、安心、舒適，觸達身心，疲勞一掃而淨。生活要有光，點滴散射氛圍，點亮一盞燈，照亮你嘅家。生活要聰明，輕觸旋轉，明暗交替，智能生活從躺平開始。生活要有生活嘅樣子，華麗、復古、簡約、現代，屬於你嘅家就係咁與眾不同。你想要嘅生活同家都喺世邦家居5號館全球建材定製館。